殿下，皇后驾到。你们这帮蠢货，为何不早禀报？是我不让他们声张，怎么不欢迎我来看你吗？母后，儿臣恭迎母后。都下去吧。哎，别关门，母后怕黑。母后许久未出寝宫，是不是这次慌了？范闲的事儿你听说了吗？我正要去找您呢。范闲掌控内库，又入主监察院，他现在的权势地位更胜李承泽。如若传闻是真，你怎能安心？先不说是真是假，即便是真也没什么呀。我跟二哥争，是因为二哥在抢他不该抢的东西。若范闲也是皇子，他姓范，即便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他是我兄弟，他只要姓范，他就没有权利跟我争。私生血脉不入宗室，母后，就他的血脉，最多只能算内库和监察院的大权，不能落入旁人之手。那我更应该跟他一路了呀。他恨二哥，我也恨，这不天生盟友吗？如果我想范闲死呢？就是因为他的父皇血脉，因为他是叶青梅的儿子。这叶青梅不早都死了吗？这宫中嫔妃颇多，也不差这一两个吧？母后，叶青梅因我而死。叶青梅的死，虽然没人再提，但是我多少知道些。她当年不是死在皇后一族手里吗？皇后一族也因此遭到屠戮。那我们就等皇后出手，冷眼旁观不好吗？皇后的心机和手段我都佩服，可唯有这件事指望不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有自己在乎的人。你没有。我有。叶青梅，我要叶青梅的儿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也就是说，杀叶青梅是您的族人所为，并非您亲自杀她。没错。那当年的族人都被他们残杀殆尽了，一夜之间，全族尽灭。那这事就算是过去了呀。过去了。那一夜，黑旗满城搜捕，甚至杀进皇宫，闯入寝殿。我想拦着，但是没用。他们在我面前撞翻灯火，让宫女遮住我的双眼，只有至亲临死的哀嚎在我耳边回响。灯火炬灭，乌云遮月，哪怕天那么黑，哪怕我的双眼被遮，但我还是看得见，全都是血，到处都是血。你觉得这些都过去了吗？那杀他，不是您亲自下的命令吗？重要吗？那这事儿就等于跟您没关系啊。对了，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不多吧？很少。那就更安全了。行凶者死了，往事烟消云散，那我完全可以跟范闲同仇敌忾，一起对付二哥了。凶手已死，烟消云散。
他们是我的家人，也是你的家人。可若是范闲发现了此事，和我反目成仇了，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呀？母后，要不然您去跟范闲认个错。你看啊，这件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而且行凶者已经付出了生命，那既不是您杀的人，又不是您下的令。如果我们那摊开了，给范闲认个错，这事儿不就等于过去了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让我给他认错？好，儿臣知罪。死了那么多家人，儿臣也是悲痛万分的。那二哥虎视眈眈的，正盯着儿臣。太子之位摇摇欲坠，我找范闲，让他助我一臂之力，我也是走投无路了，母后。好，你相信我，有朝一日，如果真的到了那天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范闲的，为咱们家人报仇。不是您从小教育我，说成大事者必须忍字当先吗？你说的全对，我很欣慰。原来你才是最像他的那一个。母后，儿臣这些话也只能讲与您听，因为儿臣是您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好，你想要的都如你愿。皇后殿下，哎呀，您慢一点，这不合规矩啊！您让我也是，真是皇后殿下，让我通报一下再去好吗？您听我说，我怎么也得去报告一下你再进呐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好。臣妾拜见陛下。难得一见啊！当年血案之后，再没见过。朕好像记得你怕黑，是吧？陛下，臣妾怕黑，是因为亲人的哀嚎总在耳边回响，放不下。不过臣妾如今觉得都该放下了。陛下，臣妾是来认罪的，何罪之有啊？悖逆不道。当年陛下虽说屠尽臣妾一族，可这么多年，依旧留着臣妾这皇后的位子。
这是何等的顾念旧情！臣妾不仅不醒悟，数年来心怀愤恨，甚至对陛下避而不见。如此绝情绝义，臣妾之罪，罄竹难书。你这是来寻死啊？实在是罪无可恕。那干嘛不去悬梁啊？陛下，万万不可！臣妾如今还是皇后，若悬梁自尽，未来史书上难免生出嫌笔。但凡有损陛下声名，臣妾就算万死，也难辞其咎。还请陛下先夺去臣妾皇后之位，再下旨论罪。接着说。至于罪名嘛，广信宫范闲遭遇刺杀，臣妾身为后宫之主，自有失察之嫌。以此论罪，名正言顺。你想的还挺周到。臣妾欠陛下的，早就该还了。还有什么？臣妾死前想去看看范闲。当年恩怨虽说已是往事，可这孩子出生便没了母亲，所以我该给他认个错。你给他认错？人之将死嘛，死前了却恩怨，也好走得安心些。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广信宫刺杀，李云瑞难脱其咎。既然皇后撤了，她这长公主也该治罪。不敢欺瞒陛下，这请求既有公义，亦有私心。臣妾舍皇后之位，化去范闲怨仇，免得陛下为难。至于李云瑞嘛，算是断了李承泽的臂柱。这一切也是为了太子。太子温良醇厚，最重孝道，心中除了对陛下的尊敬，再无其余念头。当然，臣妾今日所求，太子一无所知，是我一意孤行。你的皇后身份朕不会更改。范闲，你没有必要去见他。臣妾只是想赎罪。还是好好的活着吧。那广信宫刺杀呢？广信宫跟李云瑞没什么关系。这皇宫之内除了李云瑞，还能是谁？你已经耗尽了我们夫妻的缘分，今后不再见。
臣妾听说，拥有一切的人，终究一无所有。上次闹刺客，陛下说小范大人没有好好的赏花，再去一次，单赏一回。我能不去吗？啊？想一出是一出。那辛苦各位帮忙抬一下吧。小范大人上车喽！是。马上就来。谁马上就来？小范大人马上就来。那我是谁？啊？慢点，轻放，好，慢慢放，慢慢放。抬小范大人上车。大人，请。请我去哪儿？什么意思啊？往后他是范闲，我是家人。陛下，这是哪儿啊？这个地方你早该来。这有一个你需要见到的人。什么人？随我来。你还是那么的年轻，可我却老了。好好看看，这是你母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画像。那个时候，它就像一颗耀眼的流星，
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，让秦国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光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有遗憾，我来晚了。我们错过了，娘。哥，我看过了，那里没人。哥，你怎么了？今天是陛下第一次承认我是他的儿子。毕竟血浓于水。在他面前，我的每一句回答都恰如其分，有如沐之情，也带着一丝感动。哥，但这些都不是真话。叔叔，我一直在表演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害怕。害怕？是害怕陛下骗你吗？不完全是。我能感觉到他的情感是真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在这真情实感之外，还藏着另一个他。为什么会这么想？如果真是父子情深的话，这些话他第一次见我就可以说，但他一直冷眼旁观，看我京都遇险，看我远上北齐，看春闱，看大婚，一直看到今天。或许是悬空妙救驾，陛下感动了。所以有没有真情，还得先看我的表现，是不是他的儿子，先看有没有资格。叔叔，陛下你见的没我多，但我就问你，咱们爹会这样吗？不会。哥，你这样说，陛下像是在权衡利弊。更可怕的是，我不知道这种观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又会持续到什么时候。我也不知道对他来说究竟是情感重要，还是价值重要。而这样的我，到底算是儿子，还是棋子？当然了，也有可能这些都是错觉，是我想多了。女人的直觉不会错。我是男的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你的直觉不会错。
哥，若陛下真这么可怕，等你伤养好了，咱们回儋州吧。京都太累心了。若若，以后我恐怕不能再动不动就想逃回儋州了。我认真考虑过了，我要下江南，但不是因为陛下的命令，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，是因为我发现我这辈子，除了想要混吃等死、富贵平安之外，还真是有一些必须由我来做的事情。没想到啊，一眨眼，南下了。哎呀，大哥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多少年没出来过了，早该出来透透气了。说的是啊，虽然我人回到了京都，但我心里总是想着塞外的风光。听你们这么说，离开京都，好像是件很诱人的事儿。你还小，长大就知道了。哎，为这大好河山，咱们一起喝一杯如何？走。来，哎，这送别的阵仗，未免也太大了些。以咱们这关系啊，这都是应该的。殿下仁爱之心，感人之极。范闲啊，殿下礼贤下士，你可不能忘了君臣有别。陈皇姑，多谢太子，也多谢几位殿下。你干什么？老师的礼，我不能收。别捣乱。哎，正好几位殿下都在，我也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诉诉苦啊。诉苦？说实话，我这个儿子做的不怎么样。几位也都知道，我在儋州长大，不久前才回了京都。虽说一直住在范府，但心里总有事儿藏着，过不去，心里发慌。什么事儿啊？说出来听听。我替你做主，为什么慌呀？回来这么久了，还没进过范家祠堂，这像话吗？心里能不慌吗？临别在即，胆子也大了。父亲大人，正好几位殿下都在，也帮我做个见证。等孩儿从江南回来，怎么也该进祠堂，磕个头，上炷香。想清楚了，进了祠堂，入了族谱，你就真姓范？这话说的，我本来就姓范。差事先办完，其他的回来再说。放心，这见证啊，我替你做。多谢太子。真行，以退为进，既断后路，又换前程。二哥，这是什么话呀？真心话，佩服他，敬你。真气没了，南下要小心。真气没了，好过大势已去。别出意外，我等你回来。拿下江南，是拿回。嘿，这觉悟。护好三弟。三殿下不跟你们一块儿回去吗？父皇让他跟着你。为徒者，当为师长执鞭坠镫。父皇恩准，与老师同行。去吧。
有什么难处，飞鸽传书，不行我就跑一趟。你还得坐镇禁军呢，大不了一撸到底，反正也掉不了脑袋。别老想着跑，京都也需要你这样的人。照顾好陛下。是，奴才分内的事儿。江面上风大，爹，你们也回吧。江南名家代掌3大房，人脉深远，是真正的地头蛇。此次南下，成是最好，若是不成，直接回家，大不了什么都不要。范家养得起儿子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爹，我送你下船。怎么了，爹？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我又不是第一趟出远门了。啊，这个……哎呀，行了，我替他说吧。就祠堂的事儿，你是当真还是……老范啊，老范，你这个人真的是，怎么着？我现在就给你行个叩拜大礼呗。别，受不起小范大人。哎呀，平时看你那一套看惯了，我现在见到行大礼，我也不习惯了呀。哎，你就按照你喜欢的来吧。啊，我的来。我从小姓范，将来也是。等你回家，照顾好自己。出狱先别动，带我去看看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沙洲水师守备许大人略备薄礼，敬请小范大人笑纳。这是干嘛的？这听着像送礼的呀。沙洲水师守备，你在这支应着，我去问一下大人。敬请小范大人笑纳。沙洲水师守备，许大人有礼相送，请小范大人笑纳。你是哪儿的？啊，许大人，水师守备，这是许大人的一点心意，请大人笑纳。啊，好，来人，把这箱子拉上来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慢点。水师守备，记住了啊！小心！慢点啊！好，那辛苦了啊！那谢谢大人了，祝小范大人一路顺风，小的就告退了。慢走，来走。沙洲知府姚大人略备一些薄礼，祝小范大人一路顺风，前程似锦。好，拉上来。哎，这还一个连一个，去拿个本，得详细的记录下来啊。好。小心啊！沙洲知府啊，姚大人。小心！哎，好，辛苦啊！那慢走，下官告辞。慢走啊！州局署李大人，薄礼，孝敬小范
大人，沙州刺史孙大人，孝敬小范大人。这还连成片了，兄弟，给我拿把椅子过来。嘿嘿嘿，你是哪儿的呀？你这箱子可是有点小啊！才到沙州，收这么多礼啊？嘿，殿下，这说明啊，咱陛下的大庆啊，那是物华天宝啊，这人才辈出啊！原来如此。王兄啊，怎么有字不会写啊？啊，那倒不至于。我是说，这么收礼不合适吧？大人在京都查贪腐清吏治，如今这个做派，怕是要遭人诟病。哎呀，没事儿，船上都是自己人，你们嘴严点，别让宫里知道。殿下，这话怎么也不该您来说吧？这是啊，你跟着大人时间短啊，但是你记住一句话：大人吩咐什么，咱们就做什么。大人从来没让人失望过。记清楚，清楚。看那边，老师，你快来看啊！这也是来送礼的？哎，看这穿着可是不像送礼的，这倒像是拦路鸣冤的吧？有可能，大人也算钦差，拦路告状这种的，戏文里都有。大人，要不要让拦一下？从南下我就在想，要是明家不想让我接手三大房，会怎么应对？您是说，这是明家的手？看看呗。我这可是家住了。罗教，哎，这不是这么名贵的东西啊！这也是好东西啊！你看，不足挂齿吧？明家主有礼。家主，赵大人，您这个可比我这个贵重啊！是明家主。哎，明家主，您也来了。今日小范大人抵达苏州，又有府衙大人连袂接风，那明眸怎敢缺席啊？确实是，应该的。啊，苏州大小官员差不多都到齐了，迎接嘛。小范大人一路守礼，今日终于到了，咱们苏州也不能落于人后，你说是不是？没有官绅，你这敢来凑热闹啊？这些店名胆子越来越大。小范大人下船没？下来！就是那艘，这就是小范大人的船。下来呀！小范大人！哎，老哥，对不起。小范大人！小范大人！你是来接小范大人的？是啊，我跟你说，听说小范大人要来，一晚上没睡着觉。你说这事儿闹的？你认识范闲啊？不认识，崇拜他，诗好，人也好。你呢？也是啊。你不认识这位？我该认识吗？你不是苏州城的吧？不是。在下姓许，富春县任书史。说一个小吏，也敢来凑热闹，身为吏啊，
当注重仪表，你如此这般，成何体统？他们也都是富春县的吗？那不是，江南各县吏员都有。你们也配凑热闹？我们是有正事儿。是何等正事？小范大人来了！搞什么呀？下去！小范大人喽！是小范大人！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！这一箱都是珠宝，这是沙州知府姚青莲姚大人送的，还有这一车呢，都是路上官员所送的礼物，送礼官员的名字皆记录在册。这一车是我从京都带来的，138880两整。这些钱呢，既是路费，也是明智。老子有钱，所以有底气。至于这官员送的礼，都是罪证。本来想着回了京都，按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参下去，但后来南下路上呢，我瞧见这事儿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就看不见。我看见这些事儿之后呢，想法变了。我这13万两，再加上官员所送的礼物，算作路费，送江北灾民回家。各位，江南我是刚来，不熟，这差事我自个儿可办不了，但交给诸位啊，我也不放心。你们也别问我为什么不放心你们，就好像我也不会问你们怎么有精力来接船，却看不见灾民死活。咱们呀，彼此之间都留点脸面。既然不放心诸位大人，范某就只能越俎代庖，换了条门路，把这事儿给办了。各县吏员何在？在呢！富春县书使在此，应邀前来。参见小范大人，我家知县向您问好。你家知县是哪位啊？我家知县正是杨万里杨大人，也是大人您的学生。杨万里已经是知县了，刚到任不久。知县托我向你转告，大人教诲，好好做人，好好做官，他一致未忘。如今江北灾民能有一线生机，全依托老师之恩。别谢我，这礼物啊都是那些大人送的，咱们得谢谢那些大人。多谢那些大人。我相信在场的诸位呢也不会吝啬，咱们也得谢谢这些大人啊。谢谢
这些大人。礼物都是官员送的，各位，咱们可得避嫌呐。所以范某就自作主张，请了江南各县吏员汇聚苏州，这些银子就交给他们分发各县救民倒悬。各位父母官，觉得如何？好事，好事，好事。小范大人办事周密啊，我等定当倾囊相助。各县吏员上前。各位，吏者非官，你们多多少少离百姓更近一些。这分发银子的差事，就交到你们手上，绝不辜负小范大人所托。绝不负小范大人所托。这难听的话我也说在前面，各位，要是有爱财的、手不干净的，都给我忍一忍。也不妨问问自己，能不能躲过监察院的盘查。贵姓？不敢，小的姓徐。啊，我叫人准备了账册，但你们才是当地吏员，以各县实际情况办事。大人放心，一定完成。各位大人要是想共襄盛举，我这边来者不拒啊。哎，但是别交给我，交给他们。言尽于此，接风宴就不必了。各位自便吧，也请自爱。大人，这位是江母。二位也是来接风的？将来民家向小范大人请罪。何罪之有啊？回大人，今日江南有所谓名家悬赏令流言，导致小范大人一行遭遇波折。家母和明某只有在第一时间前来请罪，才能稍稍消减，心中愧疚。流言，悬赏令一事实属构陷。明家也是在事发之后，方得知此事。刺杀朝廷命官，犯了大清律法。若是构陷，没凶犯可就不能结案。民家一定为小范大人追查凶犯。总得有个时限，就是今日。若大人肯赏面登门，天黑之前，定给大人一个交代。那说定了。民家上下恭候小范大人。我很期待今天的交代，不会让大人失望的。老师声威显赫，看来明家要突然投效了。万事不可随口断言，走着瞧吧。哎，什么好东西？哎，啊，街上买东西是要给钱的。啊，拿着自个儿玩去。哎，真好。万里也能帮上老师了，不是帮我，是帮灾民。是，老师说的对，我就是有些感慨。万里如今已经走到我前面了。
你也可以救人。重要的不是身份，而是如何做人。接受老师教诲，学生绝不敢忘。就是学生还有点疑问。你说，老师不信官员，所以安排那些小吏理账册分银钱。可是那些吏员也未必是什么良善之辈，万一他们铤而走险，从暗中牟利。这些从吏者呢，多半是想跨越鸿沟，投身官场。我让他们救助灾民，这不仅是给他们的差事，也是给他们机会。啊，所以他们得好好办差才行。学生受教了。可送礼那些官员岂不是占了便宜？本来是要抓的，现在倒立了功。现在不参，不代表将来不参，名字都记着呢。秋后算账。老师，我学到了。哎，老王人呢？啊，去前面酒楼点菜了。他说大人耍帅，没吃上接风宴，想必一定是饿了。是，我看是他馋了。这银子给够了，这2楼啊就清场了。来，俺这可损了。苏州这边就是要精致一些，餐酪里还放些水果。比京都的好。今儿来找我的高手还真不少。啊，是吗？在哪儿呢？你看啊，那个，这边，这一位，都是。老师，此言何解？那边那2位是用剑的，这个呢，扁担里怕是藏了杆大枪。这一位看着没带兵器，走的是拳法的路数，起码都得有8品。这么多高手啊，还真没见过。哎呀，殿下可以呀，还真是临危不惧，颇有胆气呀。老师何等人物，肯定都在意料之内，是吧，老师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料事如神啊？这一个，我就没想到。这位可是9品呐，而且是9品里数1数2的高人。这江南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他这不是在钓鱼，这是剑术，是剑的剑。这天底下也没几位，那这位是？家主，范闲酒楼前座有高手合围。落将，母亲，母亲，二殿下把谢必安留下，也没打算闲着。谢必安不说，咱们就当不知道。以范闲的身份，普通人怕是杀不了他。这世上总有人不在乎身份。总不会是大宗师吧？他得罪过东夷城那位司空剑。如果真的是杀了，今天就白准备了。不过仔细想想，如果司空剑出了东夷城，那还不天下轰动吗？八成啊，是他的弟子，不知道是哪位。
云之兰，四部剑的大徒弟，祈年殿上见过，剑意未改，就是他的。那这云之兰可是不好对付啊！大人，您给我透个底儿啊！一直守护着您的那位高人，他在吧？哪儿还有什么高人啊？身边只有黑旗了。黑旗可不顶用啊！待会儿要真打起来啊，我用我的轻功，咱们俩先走。哎，那咱们说个地儿，我一会儿自个去找你们。哎呀，殿下果然是很有胆气呀！老师一路上一直在教我面对诸事，第一就是分轻重。那现在这是孰轻孰重啊？云之兰记恨老师，这就是重。我是大庆皇子，他东夷城若敢动皇子，后果承担不起，这就是轻。起码不敢动正式皇子。哦，好。云之兰，要不是我真气没了，我还真想会会你。大人，你说什么？真气没了？啊，老王啊，其实一直忘了告诉你了，咱们这一路南下，最能打的就是你了。不会吧？鱼没上钩，收什么竿啊？这谁呀？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怪不得老师不带师娘来江南。哦，说错了，老师肯定问心无愧。您这嘴啊，还是要学学分轻重啊。这位姑娘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伸个脑袋跟那看什么呢？啊，我看这江南好风光啊！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我也好奇，她为什么出现在这儿。要不我陪你鱼竿？北齐圣女，踏足庆国。郊游不行吗？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让路。早就想领教一下四部剑门下绝学，要不今天？影子大人。哎呀，飞那么高！九品以下都散了吧？散了，散了。哎，您不能上去啊！哎呀，让开，让开，上面人我都认识。哎，自己人，自己人啊！姑娘请，我来蹭个饭行吗？请坐。
这两位是？我们是小范大人的门生。哦，坐坐坐坐。干净的可以用。这菜看着挺精致，味儿也还行，量小了点儿。你来湘南办事儿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这话怎么说啊？你写信跟我说要交流两国功法嘛，我知道你在江南，我都给你带过来了。等会儿啊。给。千一道心法，这不是北齐苦河的不传之秘吗？我确实跟你写过信，想要交流功法，但我没想到你能亲自送到江南来。这样，回头我也送你一本。送我什么呀？我的霸道真气啊！干嘛？那不说好的交流吗？有来有回。行行。哎，这真是多谢你了啊！多久不见，变这么矫情了？不是，我知道这天一道心法到底有多珍贵，真没想到我这一封信你就把它给我了，咱俩这交情。听说你成亲了？啊？就当贺礼了。太贵重了吧？我也这么觉着。啊？我是舍不得啊，我老师让我送的。苦河大师让你把这给我？那不然呢？难道我给你偷来的呀？这大师随礼都这么重的吗？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？